紫外線咧UV 係一種波頻嚟嘅，雖然睇唔到，但係對我哋嘅皮膚同健康影響極大嘅噃。UVA 同 UVB 雖然只差一個字母，但係佢哋嘅特性同穿透力都係不同嘅。對身體造成嘅損害咧有明顯嘅分別添噃。UVA 嘅穿透力非常之強，可以直達皮膚嘅真皮層，即係裏邊嗰層可以穿透到眼裏邊噃，增加白內障同埋黃斑病變嘅風險。穿透啲雲噃，你烏雲都穿透嘅噃，甚至啲好薄嘅衫，即係我呢啲咁嘅嘢啦嚇。日常嘅生活裏邊咧，UVA 嘅強度全年變化不大，從日出到日落都存在啊。UVB 咧個穿透力就比較弱嘅，只可以達到皮膚嘅表層啫嚇。但係能量就好勁嘅喎，呢個強度咧會隨住季節啊、時間啊，即係正午咧就最強嘅，同埋緯度而變。UVB 表面上造成嘅係一個即時嘅反應，曬紅啦、曬傷啦、脫皮啦、曬到痛啦，係人都有啦。但係我同你講，從長遠嚟睇如果積累落嚟咧，皮膚基層嘅黑色素細胞就會受到刺激，色素沉澱，生雀斑啦，皮膚啲顏色唔一樣啦，即係好似我咁啦，對啲眼都冇乜好處嘅，因為咧佢係會被眼角膜同埋晶狀體吸收但係就會導致光角膜炎，即係雪盲。相反咧 ，UVA 咧隱形殺手唔該係隱形殺手，佢會令到皮膚響又唔熱又唔痛嘅情況之下，慢慢變黑響真皮層裏邊靜靜地破壞膠原蛋白，造成光老化 （photoaging）。所以咧 ，UVA 係皮膚老化嘅 No.1 元兇。一個常被誤解嘅觀念咧，就係響陰天或者車裏邊係唔需要防曬。係嘅 ，UVB 響陰天咧就會俾啲雲咧減弱嘅，但 UVA 咧好勁嘅噃，佢繼續穿透，佢依然會為真皮膚造成累積性嘅傷害